客語短篇小可，片名店名神奇事，阿文哥編寫，係講有中意請多分享。上10月學校嘅客語先生阿春子去講生日咧，故所基地古讀國中嘅客語課，就來拜託朋友聽送。今晡日阿文哥每當共送去台北古讀國中聽書，神奇嘅事就按呢發生咧。阿文哥想講第一擺上夜班級嘅課程，應當先來點名認識班上同學。題目組本單就無依好，故所留名條拿減來看，臨時開再一隻名嘅點過去。嚴建澤請二田總明年。學生嘅一隻唔過拄好點到一個名嘅。彭肚皮，永遠無人按無來上課係無。阿文哥心度未想，閒地也學生嘅個名嘅，讓按神奇無上架樓梯按到彭肚去，哈哈。後面阿文先生問各位同學，有人無本愛點到名嘅無？處地嘅勇士有一個寫粒字嘅同學騎數講，先生唔冇點到愛。伊真見有人無點到名，同學唔按到乜嘅名？嘅學生嘅恩，先生頭下馬唔嫌嘅彭肚皮，愛團有可能係愛，因為愛按到彭一坡。什麼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